来敬拜学了你的名，愿主你的信心甲阮每一个人同在，看顾阮，保护阮，互阮伫今仔日的敬拜中间来到你的面前，甲你相拄，来到你的面前，领受对你下来的话语，来到你的面前，领受你的祝福，真做阮每一天跑走的快乐。愿主你亲身看顾，阮将礼拜仰望伫你的手中。愿主你亲身引带阮，愿同心祈祷，靠主耶稣的名，阿门。看顾阮，保护阮，互阮伫今仔日的敬拜中间，来到你的面前，来到你的面前，领受对你下来的回应，来到你的面前，领受你的祝福，真做阮每一天跑走的快乐。愿主你亲身看顾，将礼拜仰望伫你的手中，愿主你亲身引带阮。告白咱的信仰，主祷文，愿伫天地爸，愿你的名信，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达成，伫地咧，亲像伫天顶。阮的预接，恁今仔互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有赦免辜负阮的人，毋通带阮入去，着救阮脱离必的恶，因为国、全能、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门。请大家来启应，启应文第59篇，启应文第59篇，诗篇第10篇，摕着咱来读。你若用嘴宣认耶稣是主，深信上帝有伊，互伊对世人中各活，就会得着救。
因为人心信就得到称义。嘴宣认就得到救。圣经有安尼记载：信伊的人袂得到失望，犹太人甲外邦人拢无差别，因为有共一位上帝是万民的主。伊会丰丰富富赐福予所有求救伊的人。因为所有求救主的人拢会得救。毋拄因拢无信伊，若会求救伊。都无是听到，哪会信伊？拢无人传，哪会听到？都无差派，哪会传？照圣经所记载，传播福音的人，因的脚脚，哪会遮水？毋过，毋是所有的人拢顺探即个福音。以赛亚讲：主啊，什么人信阮所传的信息？所以，信是对听，听是听基督的话。不过，我要问，因确真正拢无听到？当然捌。圣经安尼记载，伊的声音传遍全地，因的话传到天边海角。请大家来吟信诗，信诗第270首。信诗第270首。着添真，着恭敬，有声音真细，着添真，专心听，踏骨真宝贝，轻轻行，轻轻行，注伫咱中间，纷纷险，纷纷煞。主爱咱滚活，请大家起立吟全首。
请坐。这是咱来祈祷。主啊，感谢你，感谢你，这礼拜宏远足平安呢，因为即马外口疫情真正严重，咱的心拢足惊吓的。望主赐予咱平安，会当平安过每一天。咱嘛惊吓，阮身边的亲友。望主赐予咱力量，会当好好照顾咱每一个人。主啊，嘛望你赐予智慧，互咱的即马伫咧。伫咧即马伫咧带头的遮个政府人员，会当有气力，会当摕到咱所需要的疫苗，互咱的心，互大家拢会足健康的。望主祝福咱。每一个人拢会足平安的。咱的祈祷是奉靠主耶稣的性命来求。阿门。这是咱来看一段上帝话，记载伫咧罗马人书第10章13节到18节。罗马人书第10章13节到18节。第13节，因为记若求叫主的名的人，要得到救，总是因所也未信的，太可为求叫伊，因
袂听记的，太可为信伊；若无人传，太可为听记；若毋是奉车，太可袂传。照所记载讲，传这个好事的福音的，因的骹步水到怎样，总是因毋是拢顺传福音，因为以赛亚讲：“主啊，咱所传的有一堆信啊。”安尼信是出自听，听是对基督的言语。独独我讲，伊较捌听见嘛？有啦，因的声音传到遍地的，伊的言语到地极。圣经读到遮，即摆咱要来献诗，咱会用较早圣歌队所唱的歌。
即时请黄传道来敬道，伊的题目是水的脚架。各位兄弟姊妹平安，真欢喜，咱伫疫情遮尔紧张，大家遮尔烦恼的当中，上帝阁又赏赐互咱，会当伫线上、伫直播的当中，咱要来三角组织，咱要来感谢上帝。顶一讲我讲到。上帝透过即摆瘟疫，伊来警戒咱人类行向灭亡的道路，必须要回转，建立家庭的祭坛，每一天敬拜、悔改、认罪，才有法度甲上帝过好，重新得到救赎，会当来靠咱的祈祷来镇压病毒的攻击。今仔日咱继续。要对先人留予咱的水的脚架，咱要来追求上帝的话语，来敲碎咱接续咱要行的脚步。咱三个阿头来祈祷。听阮天父，阮感谢你，是阮祝福，互阮伫疫情遮尔紧张的中间。你阁温存阮，伫网络、伫直播当中，阮三角组织。主啊，你是万军的耶和华，阮无要靠车，阮嘛无要靠马，阮独独要靠你的气力。虽然阮伫逐所在，无拢伫遮。不过，伫直播的中间，阮拢诚做伙组织，阮同心一致，我们来听探主你的话语，求主你保守，互阮听的甲讲的详实，来得到激励甲指示，互阮为着下一新的礼拜，阮备办教育气力。准备有够个能量来抵抗疫情，伫新的礼拜的攻击。阮将煞接礼拜时间恭敬仰望，求主保守带领。祈祷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名，免。咱今日题目是水的脚架。保罗伫今仔日第13节甲14节的经文，罗马人书第10章13节到14节的经文，甲咱讲，因为所有求叫主的名的人，拢会得到救。毋过，因都无听，因都无信，哪会求救？都无听到，要安怎信？都无人传。要哪会听到？这是13节到14节保罗的经文。这个道理真简单，亲像咱即马逐礼拜、逐工的下晡2点开始，咱伫收伫电视机的头前，也是拍开你的手机，咱阁登记到去年疫情爆发迄个时阵的情景。咱得来听探，咱的阿中部长要甲咱讲新的疫情的发展，所以这个道理真简单。你若电视无开，手机也无开，电脑无开，你是要安怎听？你是要安怎知影阿中部长是甲咱讲啥？啊，你若无听阿中部长讲目前的情形，你哪有信心？哪有迄个勇气来面对咱即马好好的疫情？所以圣经甲咱讲，若无人传讲信息，是要安怎听到
福音。所以讲，你若连听都毋捌听到，你免哪有信心？啊，你若无信心，虽然圣经甲咱讲，只要叫主的名的人，就要得到救。但是你若无信心，你免哪去求？你无信心，你免去呼求？莫讲去呼求上帝。你就是讲咱简单来问路这个代志就好啊！我相信，你若伫路边咧问路，你若看到一个面烂，啊无啥清醒迄个型的人，你敢放心去甲问讲你头前的路要哪行？伊若甲你报的路，你敢有信心照安尼行？我相信咱大家出门在外。咱定定甲问路的时，咱拢有真侪去互报着冤枉路的经验，报的报到尾啊，毋对，报毋着路，啊，着搁定问。我看大家拢有即个经验，所以讲咱会当了解即个道理嘛，真简单。讲爱有人甲咱讲，咱才好听。有听到你才有法度有信心，有信心你才有法度去求救。但是，听是要听正确的，所以讲正确的信息的这个代志，也是非常的重要的代志。所以，咱伫今仔日第15章的经文就甲咱讲，若无车牌是要安怎传？所以像圣经所讲的，传播福音的人，因的脚迹偌安尼水。所以上帝。若无车牌，伊的使者来将伊的旨意传互咱，咱是要安怎听到伊的福音？所以上帝若传伊的使者来，就互咱听到伊的福音，互咱对伊的福音有信心，咱对上帝有信靠，所以靠着这个信心来甲求救。安尼咱求救啥物？伊要应允咱，要互咱得到救，要互咱成做义人。这就是咱咧讲的，咱咧因信称义，因为信来称作义。所以伫遮咱的圣经讲到水的脚迹，讲到水的脚迹，咱真直接，咱就会想到咱的祖先、咱的先祖，因为马该博士伊奉派受警调。来到台湾，将耶稣基督的福音要来宣扬，互台湾这个土地的人知影。所以当伊伫去笑迄个所在来讲起，劳苦背重的人，拢来我遮，我要互恁安息，将这个话，将这个福音传互迄阵伫遐咧听的人。拄拄，咱的先祖。张乃凤长老，伊行过遐，伊就听到，伊就搁将伊的美好的脚迹，来将伊听到的福音，来透过设立教堂来传落来。这就是当初咱的红砖小教堂，设立教堂传落来140年来，来互后地人。来伫目沙这个所在，放落当当，来安养，来生息，来成长，来壮大。那即马就是咱，这就是咱的新堂甲旧堂。咱嘛拄来庆祝，来感恩咱的130周年的释教，甲咱的科牧师的上日。这就是咱看到马偕博士，甲咱的张乃凤长老，因的水的脚迹来传这个基督的福音。不过，保罗搁伫第六节安尼讲，第16节安尼讲，毋过，毋是所有的人拢顺探这个福音。所以以赛亚讲，主啊！什么人信阮所传的信息呢？这里是保罗伊运用
以赛亚书53章第1节所讲的讲，以赛亚先知讲，咱的上帝所传的，伊显露伊的手骨头，就是伊的主权，有谁来相信，来信靠上帝所讲的话。伊彰显伊的主权，但是有谁相信？这是以赛亚的先知，伫保罗的几百年前共款讲安尼的话，所以就亲像我伫周报，咱顶礼拜周报第8页所讲的，上帝伊透过世间人的形式来警告世间人的行为，只是有的人伊看有，有的人伊听无。看有的人伊真正敬畏上帝，顺探上帝的旨意，来倚靠上帝，来得到救赎。嘛，一寡人伊是听无，伊共款做上帝无介意的代志，所以上帝伊就差派伊的独生圣囝耶稣基督。伊降世来成做人，倒成肉体，伊为着就是要甲咱讲上帝福音，要互人搁较侪人来知捌上帝福音，来听有上帝福音，要来得到救赎。所以，去续接第17节，保罗搁甲咱讲，所以信是对听，听是对听基督的话来。就是基督伊倒成肉体，降世做人，伊就是要甲咱讲这个真理，这个福音，所以咱就听基督的话，来得到救，来进入上帝的国度。不过保罗嘛继续讲，伊问讲，敢是真正拢毋捌听到吗？遐侪人无法度去顺探这个福音，当然嘛捌。圣经就安尼讲，因的声已经传遍全地，因的话传到天边海角。既然已经传到天边海角，传遍全地，当然你嘛有听到。就像讲，咱伫电视顶悬，咱定定听到广告片，一直讲，咱就记起来。像阮细汉看布袋戏，一直讲，阮就布袋戏的剧情，阮到呾拢嘛还佫知。有一寡广告的台词，譬如讲绿油精，什么个，到呾拢还佫会记得，哪有可能无听到？所以保罗才讲，因敢真正无听到，这声已经传到天边海角。其实保罗嘛知影，大家拢有听到啊，但是听到，为什么佫毋相信？这就是我伫周报顶一礼拜的周报第8页所讲的，这就是人的罪。人有罪性，人有有限性，人有伊的软弱性。所以上帝甲咱讲真理，要互咱顺探，要得到拯救，但是无法度听捌，无法度顺探。像咱柯牧师，顶礼拜伊所讲的。像是咱的朋友，日本诚做咱有情有义的真正的朋友，伊送咱 AZ 的疫苗120万。这是因为咱10年前，伫2011年的3月11日，这个大地震，台湾伸出了咱友谊的手来帮助因，来得到来种下的这个成果。这当时，咱伫相片顶悬看到的这个海啸，甲这个悲惨，我想10年来，咱还阁记得甲足清楚。这是日本人，因伫历史的记录当中，第一摆超过9级的大地震，造成福岛这个核能电厂全球
的大灾难。莫讲台湾有几个核能电厂，全世界又有几个核能电厂。上帝佫是咧甲咱讲啥物？咱来思考，除了上帝以外，啥物人会当保证这个地球顶悬无佫再佫有9级以上的大地震？上帝透过安尼来甲咱讲话，也咱听到上帝甲咱讲的话，咱做啥物回应？这值得咱思考的代志。我甲想，咱做事有想，想的，嘛是想到人的罪性、人的有限性、甲人的软弱性。所以要讲到这，咱的确就要回转来，咱来学了赞叹，咱的先祖、咱的祖先，伊敢若伫路边行过，听到福音尔，伊就听到，伊就相信，伊就马上采取行动来跟对耶稣，伊就将这个福音继续宣扬，后来的人来得到救。所以咱看到伊来宣扬这个福音的这个卡力，是偌尔啊水，实在值得咱大大来甲赞叹、学乐、赞美。就在准备这讲的讲章的过程，连接小连续有北中卫报的采访报道，搁咱疫情3级警戒的冲击，互我搁看到了我以前毋捌看过的水的卡了。我咧想，这是上帝伫今仔日要甲咱讲的信息，毋茫来甲大家分享。就伫4月第1个主日，我奉派去采访咱传说中的加力团队，因咧举行圣礼典、行洗礼、领圣餐。有一个姊妹，甲一个兄弟来行洗礼。我采访了后，我才发觉，台北中会有一个这么水的卡粒，伫这个所在在烧炭。永和教会的黄元良长老，就是中连领主领这位黄元良长老。头前这位是长老娘，伊是这个加力团队的创队元老之一。伊详细来甲我讲了整个加力团队伊的历史的沿革。23年前的1998年，当时天灾人祸连连，迄个时阵，主祭伊伫社会救助这方面做了真好。一般咱的会友嘛想讲，咱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嘛应该爱有一个相当的时间来做社会救济，所以就成立这个加力团队，这个义工的团队。当时是以共产的方式，来照顾伫街头迄个弱小，甲迄个游民、街友，慢慢演变。目前因是固定伫大稻埕教会倒手边的台湾女子新学院的1楼，固定每礼拜六伫遐聚会礼拜。这个历史，大家若有兴趣了解的，会使到咱即期262期的台北卫报、北中卫报的网站去你甲看。咱教会嘛有几本纸本，
若有拄到教会来有兴趣要了解的，嘛会使来遮摕转去看。不过我伫遮要强调的是，23年来，一群上帝敬调的同工，因伫遮出钱出力，为主做见证，留了足水的脚印。义工团的人数，对深头开始的400几个人，到目前固定服侍的同工有差不多10个。就咱相片当中所看到的，有穿着家力团队的80个，拢是固定的同工，有2、3个无穿。哦，那么中，甲内佫带迄就是咱教社部部长，佫教社，佫教社部的同工。伫遮来做伙来服侍，因每礼拜六的9点半，就伫遮组织来礼拜。20几年来，这个团队运作的经费，除了伫逐时期教社部，就是咱相片当中这同工有无共形式的补助以外，其他的。拢是团队的同工，因家己奉献来使用，一直到现在，也阁是安尼。20几年来，同工大家年纪嘛拢真大，不过因拢家己看做这是上帝的敬调，伊自我荣耀，这是耶稣基督大使命的圣工，因一直。口的讲法，就是讲，只要因有能力，因就一直做。20年来，拢无休困，因要做到做袂叮当为止。所以，黄长老伊是希望未来家力团队的事工会使常态化，就是讲目前是伫教社部运作之下。的一个聚会形式，伊希望讲是常态化，就是报道所，还是教会形式，会使来常态化，会来聚会，用较活泼的，毋免遮尔固定的形式，用较活泼的形式，互来吸引来帮助这街头需要帮助的弱势的人。伊咧想讲，安尼的事工，嘛会使激发咱人。对耶稣基督伊教示咱的爱较普天的去向万百姓来传福音的这个使命，安尼，这个事工伊就会一直传承落去。因为版面的关系，后壁这段的愿望爱放伫后一期，263期的北中卫报才会继续刊登出来。伫遮，咱会使看到，伫北中卫报。咱看到家力团队，互咱足插心，迄个遮尔水的脚印，佫煞只，就是疫情来爆发。4月底发行技术伊染疫，了后摊开了后煞控制袂掉，一直到5月中旬，伫艋舺这个所在来爆炸。咱艋舺目前嘛，诚做是全台湾疫情上介严重的地区之一。平常时这个所在，遐尼侪人吵，我逐摆若骑倒摆经过，连骑倒摆拢足歹骑，爱小闪，根本骑袂过。但是忽然间，伫5月中，即咱5月15、5月19，忽然间变做万人的空城。顶悬迄张是艋舺捷运站，下面这张是龙山寺的街路，这较早骑倒摆来拢无得过的所在。艋舺即马嘛变做逐个人所咒骂的所在。但是伫即个咒骂当中，我阁看到一个足水的脚印。咱知影，伫艋舺生活遮个
居民，侪拢是属于伫社会上较弱势、较无能力生活的人，因伫遮因为遮生活的形态较多元，所以因伫遮生活较自在。一直以来嘛有诚侪社工、诚侪民间的团体、诚侪店头家、诚侪机构拢持续咧关注、咧关心遮的社会议题。不过即摆疫情的爆发，互遮一切拢改变。就伫全台湾安尼咧纠缠咧恶魔的当中，原本就属于遮弱势遮的人，因的生活出现了真大的危机。伫即个当中，伫即个中间，我就看到一个真水的脚印，伊悠然。幽怨，还佫伫遮咧施行伊的拯救，这就是林德珍传道。林德珍是伫1993年，30年前，伊为着回应上帝的呼召，伊对远的荷兰来到艋舺这个所在的宣教士，伊所服侍的对象。是街头的朋友，甲吸毒的人，所以咱伫相片讲的是竹篮里的珍珠，他服侍的是流浪汉甲街友。后来，伊发觉龙山寺的边仔有一群地倒啊，伫街头咧做性的工作的妇女，天要上帝就将即群妇女传福音的即个担头，就放伫林德珍传到伊的心内。2008年，伊正式成立了珍珠家园妇女中心，透过1对1的关怀，伊互妇女有机会，互遮个妇女。伫困苦生活中的妇女有机会来听到福音，所以伫即个珍珠家园妇女中心来宣扬上帝国的福音，来互因有机会来恢复迄个甲上帝迄个疼的关系。啊，疫情爆发了后，像啊拍开了伫艋舺即个地岛啊文化背后。迄个真互人心酸的真侪故事，所以真侪真边缘，真无法度生活，无路通行，伫迄个困苦艰难、真恶劣的环境当中，因冒着生命危险，伫遐咧危险，伫遐咧工作的遮个妇女，就啊揭开来。互大家搁较知影，本来这拢是黑暗中的代志。不过，林德珍传道伊伫即个当中，伫即个疫情的中间，伊悠然，伊坚守来宣扬耶稣基督的救恩。伊举起伊祈祷的手，伊来成做遮个无路通走的妇女。因的瓦靠，伊毋望疫情会使成做遮个妇女因生命来得到反转的转捩点。伊祈求圣神来引带遮个妇女，伊莫阁靠因家己，莫阁靠因家己的肉体。伊祈求来靠因来倚靠天父上帝的救恩。来拍开因的生命的另外一条的生路，这就是遮个妇女，祈求上帝来引带因一条新的路，一条生命的反转，伫这个所在，因为疫情来得到新的光照，看到新的愿望。所以讲，圣经讲。
传福音的人，因的脚只是偌尔啊水。所以咱今仔日透过保罗，互咱的水的脚只的经文，咱分享了咱四个真水的脚只的典范。第一个就是远渡中洋来甲咱台湾宣传福音的马偕牧师。第二个就是勇敢、智慧，将福音传到后代人，来得到救咱的张乃凤长老。第三个就是为着福音，一世人服侍弱势，因要做，因要一直做，来做到做袂叮当为止的加力团队。过来就是回应上帝的呼召，伫上界黑暗的角落，伊要勇敢来宣扬耶稣基督的疼，会啉特真宣告顺。因拢总伫上界需要的所在，为着上界需要的人来宣扬耶稣基督的福音，来互福音发光发热，来为耶稣基督做见证。各位兄弟姊妹，咱今仔日孝顺咱的先祖，甲咱的现代的人，因所留予咱的遮尔水的脚迹，是毋是？咱嘛来思考思想，咱要如何伫上界需要的所在，嘛互咱会帮咱。会使成做咱的后代人所少年的美好，迄个水的脚迹。特别是伫疫情遮尔严重的时刻，愿咱做伙来思想，倒位有需要咱，倒位有需要耶稣的光照甲温暖，来得到救。来镇压这个病毒的攻击，愿咱做伙，咱做伙来加油，咱做伙来努力，咱三甲额头来祈祷。天父上帝，我感谢你，感谢你伫这个疫情的当中。伫这个疫情花好的中间，你用共款温存阮，伫你的电影透过网络直播，阮三甲组织来听你教示的话语。总是阮坚守阮自我隔离的防疫政策，阮求主赏赐，互阮会当学习阮的先人。阮的现代的人，伊所留予阮的迄个水的脚迹，来持守，我们为着耶稣基督伊的救恩来持续来做见证。求主帮助阮，伫主伊所教示阮的话语当中，互阮超找到阮对抗病疫。会当成功的困难，求主保守，阮早日会当恢复了阮以前三甲组织敬拜俄罗斯迄个美好甲甘甜的生活。阮将今仔日所有的信息，恭敬仰望，感谢伫主的脚前，感谢主甲阮的同在。阮感谢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这时，咱来唱信息，阿罗上帝
信诗第552首，信诗第552首，大家勇敢同行脚步，大家勇敢同行脚步，虽然经过黑暗路，咱的头前路遥远路途，有咱救主伫保护。天地带路灿烂光明，夜头看伊来进前，我靠上帝好大进前着进前，请起立，咱来用全首。请坐，这是咱的奉献，从咱经过孝顺上帝恩典的同时，咱嘛为用上帝恩典，这是咱用心来奉献。
这期间教会的奉献有3种方式，第一是全账奉献，第二是送到教会，第三是家己烧金。下面有咱教会奉献，这段期间，咱用阮的敬拜，咱的性命拢成长无减长。若有需要奉献名册的兄弟，另外甲干事摕旧报的。好，这时咱来唱奉献歌。请坐。这是咱来报告的大声，请大家来读这礼拜的根据。好，咱来读2遍。独独我讲，因为捌听见吗？有啦。因的声音传到遍地的，伊的言语到地极。罗马书10章18节。独独我讲，因甲捌听过吗？有啦。因的声音传到遍地的，伊的言语到地极。罗马书10章18节。好，后礼拜的聚会，事例是周运清执事，司琴是赖韵如执事，音控是我本人讲总红邦弟兄。哦，后礼拜聚会。拜三查经基督会，伊的题目是耶稣凭镜奉应，主理是黄传道，经文是马可福音第4章35到41节，词汇是张义如执事。后礼拜讲道是科博书，伊的题目是毋免惊，主要信。圣经节是马可福音第5章21节到36节，信息是234首、385首、392首，刻印是第6刻印是62篇。好，今仔来报告教会的消息。第一点，6月20号下晡4点要召开圣诞节甲感恩节的筹备会议。因为即摆无法度来到教会开会，所以因会用 LINE 群组做线上的会议，请礼拜做的同工甲各团嘅会长参加。就为了会后3点要
召开礼拜组的会议。第二点，本会圣歌队司琴到6月30号，请兄姐介绍司琴的人选。第三点，教会130周年的特间截止的日期是6月30号，欢迎兄姐来投稿。第四，奉献的方式，为着兄姐大家来奉献，请阮的教会的银行账号如下面，然后请各位写你的名字甲奉献的所在，也可以会使用 ATM， 也是手机仔转账。咱户名是咱的教会，然后好，请大家来看。第5点，邀请所有会友加入咱教会的那个群组。哦，咱下骹有一个手机仔的连接方式。群组内底是要提供教会的消息。无相关的请莫传。第6点，咱的团契的聚会嘛是暂停的，会后的时间请大家带通知。第7点，咱即马因为疫情的关系，咱的礼拜拢是用直播的方式，请大家就是用 YouTube 的网站，然后找咱文山教会的音控室，就会使进行直播。第8点，后礼拜是总会事工的奉献主日，请兄姐关心大道甲奉献。好，这是我要来补充报告。第1点，咱已经感谢咱教会资讯同工，伊为着咱直播的事工，即马不断咧测试咱的设备，所以咱伫直播的中间可能有点无拄好的，其实咱同工拢伫现场咧随时做调整，嘛邀请众兄弟姊妹为咱的即个直播的事工来劝你带导。希望咱的直播的事工会愈做愈好，互大家咧伫敬拜中间会当更较领受到上帝伫咱的中间，互咱会当参与伫即个礼拜内面。第2个补充报告的是，咱教会130周年的特刊，因为咱收件的数量无讲真理想，所以特刊小组将即个收件的日子延后到6月30，所以邀请咱众兄弟姊妹，你会当对即个纪念册内面，你想要写的话，也是你有一寡要来回应教会过去这130周年，也是过去对111年到130年这20年的中间，你有甚物款的心得，也是讲你有一寡要纪念的，拢邀请你来写即个文稿。互阮会当放入去纪念册内面，130周年的纪念册需要咱伫即个中间留落卡掠，互即个水的卡掠会当互咱后一代的人，互因每一个世代拢会当看到上帝恩典伫咱的中间。所以牧师伫遮搁一届邀请咱众兄弟姊妹，恁会当紧将即个文章写好，然后互阮纪念册的特刊的小组会当开始来编辑。阮真希望即个特刊内面有咱每一个人的故事，有咱每一个人伫信仰、伫生活顶面，拢会当看到上帝卡掠
伫咱的中间的故事。愿主祝福大家会当真顺利，嘛看过咱即个纪念册会当真紧就会当出刊，互咱正兄弟姊妹留做纪念，会当传予咱后世代每一个子孙。伫遮补充报告，多谢。承迎信息第402首，信息402首。恳求主，你引带阮的脚步，背后听福牧师来进导、主导。恳求主，你引带我脚步，若无我毋敢家己来行。恳求你甲我大个保护。假使我言行欠比是正，暂我答你遵守你诫命，互我伫黑暗中做光点，对做迄种是白路，这是我人生撇前望。咱同心来领受上帝的祝福，愿天父上帝平安甲慈爱，主耶稣基督的救赎甲毋忘，信心的扶持甲帮赞，互咱众人每一天拢行出水的脚链。愿上帝的名得到荣耀，互人得到帮赞，对这粒到永世代无煞。阿门。请坐，灭倒。